民進黨台南市黨部主委改選，立委郭國文爭取連任，16號一透早就完成了登記，並由立委林俊賢領警、台南市長區里里、議員蔡立青、余柱清、沈振東、郭宏儀、黃兆輝，以及議員參選人賴茂慶、沈正南，甲地方幹部做伙獻心力挺，展現派系整合甲團結氣勢。加碼回來支持我們郭國文主委啊，希望他能夠順利的在承擔未來的重責大任。這是我們大家，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一個期待。伊過去哦，在台南縣市還未合併之前，伊嘛擔任台南縣黨部的主委，吼，有2任之久啊，吼。所以講，其實若在黨部的這個黨務內底，吼，國文吼，實在是這個能手啊，吼，啊，對這個黨務會當講吼，精準掌握吼。我1992年的時陣，我第一屆參加政黨。我選立1992年的2月8加入民主進步黨。為迄個時陣到即陣，已經有34黨之久。我加入黨員了，經過12黨，我升做台南縣黨部的主任委員。大家咧講，國文啊，你主委都做過啊，你個做這要創啊？我要甲大家講，就是因為我做過，這對我來講不是一個新的資歷。但是對我來講是一個舊的感情，但不過地方黨部主委的這個職務，有換過選舉盤的經驗，我感覺我要有迄個責任來承擔，承擔起這個拍好2026的基礎，讓賴清德會當順利當選連任。我嘛要甲大家報告，這是我佇地方黨部主委任內最後一次的參選。我希望我過去黨務的經驗。我對黨務的理解，以及對選務的把握，會當奉獻給咱民主進步黨。郭國文表示，過去曾經擔任地方黨部主委，並操盤選戰，累積了豐富經驗。伊講，這次將會是最後一次參選主委，希望將這年黨務甲選戰經驗完整的傳承，協助黨部維持戰鬥隊形，為2026、2028年的選舉拍出紅不讓。輔選強棒，再轟滿貫。台南新聞中，蔡宏報道。